保利嘅大戶型相對於龍湖嚟講咧，佢少一個屎坑，大家知道嘛？呢期就保利同龍湖嘅小區對比分析啊，同屬中山首個第四代產品，買邊個產品最保值，買邊個產品更加適合你呢？要留意中山首批第四代住宅嘅，認真睇落去啊！有需要嘅直接收藏或者下載呢期視頻，慢慢消化。個個都話第四代好，第四代邊度好啊？第四代咁多產品，有邊個係最好啊？產品選擇方面，第一點比較重要嘅就係呢個配套啦。但係呢期唔重複講噶啦，需要嘅具體睇翻我上一期視頻啦。第二點睇價格啊，例如同類型產品價格最低啦，或者該樣產品可以接受到佢所有缺點嘅，但價格又係同類型產品最平嗰個嘅，點解唔買啊？真係錢傻人多啊！但係依家保利同埋龍湖價格未出，我哋假設兩個樓盤咧，咁保利同埋龍湖佢統一價格先，咁就要對比產品啦。從戶型圖我哋都睇到啊，兩個樓盤嘅產品其實大同小異啦。呢個樣板房未出，先俾個大方向大家。例如考慮117方啦，保利同埋龍湖都係盡量揀高層嘅，例如保利12樓以上啊，龍湖起碼19樓以上啊。而139方，保利23棟同埋10棟，龍湖只能夠揀單邊啊。如果考慮保利嘅172方或者龍湖係169方，即係最大嗰隻戶型啦，咁保利係4房2廳3衛，龍湖係4房2廳4衛設計啊。但同屬呢個客廳開間超8米，最多仲可以做到5房添。但好似冇必要做咁多房係嘛？你好剛需咩？除非你做開房式書房啦。但係去到呢個面積段，一個3衛，一個4衛喎。咁如果你覺得你需要買一套房係住成世嘅，而且又唔介意私密性嘅，龍湖一定係首選嘅。因為龍湖嘅4房2廳4衛咧，意味住未來你可以陪你屋企嘅小朋友長大到成年，到結婚，甚至生小朋友，你可以 N 代同堂都冇問題，都可以繼續住，只要屋企個小朋友嘅配偶唔介意就得噶啦。而保利方面嘅172方只能夠做到4房2廳3衛佈局，但又少咗個洗手間，面積大幾個方，所以喺相同得房率嘅情況下咧，居住環境會更加舒適嘅。再加上佢有最好嘅私密性啦，自己住翻主人房，爸爸媽媽都有個套房用，另外2個冇屎坑嘅房間俾小朋友住。以後長大咗啦，咪仔大仔世界啦。喺唔考慮少個屎坑嘅基礎上咧，呢套房都唔係話單一住10年8年，讀完初中就會賣。咁我建議都係會揀翻私密性更加好嘅保利，因為以後你無論封唔封陽台都啦，咁樣佢個景觀都開揚好多啊嘛。而且即使大戶型少個屎坑又如何啫？有時候小朋友真係長大咗啦，佢哋係咪真係會繼續同你一齊住先？或者有嘅，但有時候或者其他城市都會有佢哋嘅發展方向咧。而另外一點就係容積率啦，保利佔地面積有4.2萬方，龍湖佔地面積有3.2萬方，同樣都係限高100米，同樣都係規劃12棟。但我哋睇翻容積率，保利2.5，龍湖只有2.0。從呢個容積率，我哋可以知道保利嘅樓層會更加高，居住人數會更加多。咁確實從資料上面可以睇到，保利有3棟33層、4棟32層、3棟31層、1棟29層，仲有1棟17層嘅商品房。而相比翻龍湖咧，佢只有3棟33層、6棟17層同埋3棟16層嘅商品房。咁真係睇容積率咧，其實龍湖確實舒服少少嘅。值得一提嘅就係新規之後嘅產品咧，佢小區容積率同埋舊產品相比咧，居住密度係多咗嘅。大家知唔知㗎？因為好多產品咧，佢已經不計容㗎啦。咁所謂嘅不計容咧，即係原來咧要計算容積率嘅地方咧，就唔再計算容積率啦，換成其他可以計算容積率嘅地方。簡單啲講就係將水平建築變成垂直建築。講句人話就開發商可以賣多2棟樓喎，但同樣都係12棟，保利嘅佔地面積確實比龍湖大喎。咁換個角度嚟講，保利嘅樓價佢確確實實又會比龍湖好啊！而從地圖可以測量到，保利嘅南北距離最大去到170米。而睇沙盤嘅資料，我哋可以睇得出每列係會有3棟，而拉平均嚟講咧，樓間距大概就50米。當然因為保利都有高層啊，所以佢做唔到好似龍湖嗰種宣傳啊，樓間距1比1啦。咁換言之咧，即使佢樓間距真係去到50米或者大於50米度啦，佢低層嘅採光一定係一般般㗎啦。保利真係點狀式佈局啊，所以實際上嚟講咧，佢南北垂直每列咧只有2排嘅啫。講句人話就係樓間距比龍湖更加長，起碼長多1倍，因為佢中間係冇樓，所以保利嘅客廳陽台景觀係會比龍湖更加舒服，視野會更加好。即使樓間距最細都係主人房，但主人房嘅樓間距都會比龍湖望園林嘅主人房更加長，私密性會更加好。因為講緊最短50米，就係講緊保利嘅主人房嘅樓距啊。而你買第4代住宅，我估你係會長住㗎嘛。如果長住真係要下載收藏好呢期視頻，慢慢消化啦。但如果你話買翻嚟炒嘅，咁我就只能夠同你講，防住不炒啦。嗱，關注我啦！